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应收账款，聊一聊账期。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前一阵子啊，就4月2号啊，特朗普宣布美国解放日啊，特朗普发起了这个贸易战，对吧？向180多个国家呀，也要征税、加关税，这个大家恐怕记忆犹新啊。后来他暂停90天，因为那个时候啊，咱们选择了是跟特朗普啊，对吧？是反击。但是国内啊，是不是就各种政策或者各种平台就开始搞什么？为了替这个外贸出口行业啊，替他们找活路啊，给他们减轻压力，才开始提倡出口转内销。我记得啊，京东啊，什么各大电商平台喊出口号，什么多少亿补贴，然后出口转内销。我记得当时咱们也做了节目啊，觉得出口转内销这个路很难走。当时说的主要原因啊，有几点啊，一个就是你国内是个存量市场，对吧？你把出口的东西在国内卖，那还是抢原有的蛋糕啊，那无非就是加剧了竞争啊，卷得更厉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还有一个货不对版的问题，因为你出口那些东西，你比如说圣诞树吧，咱们这也不提倡过圣诞节，对吧？抵制洋节，那你圣诞树往这儿卖给谁啊？我这举个例子啊，对吧？你给特朗普做的帽子，对吧？你给特朗普印的那些这个印刷品、宣传品，那只有美国人用得上，你在国内你怎么用啊？有个货不对版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啊。那今天我看到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它有篇报道，他认为出口转内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账期，也就是你出口企业啊，跟国外做生意，明明白白，对吧？说什么时候付钱就什么时候付钱，但是你要转内销在国内，那这个账期就不可控了。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新闻周刊是怎么说的啊？他这个报道，他是采访了一些这个外贸行业或者是做外贸生意的这些主人公啊。他说啊，先货后款，账期1个月。然后这当然是国内的这些经销商啊给出来的条件，你先把货给我，我卖掉了再给你钱，账期1个月。那外贸出口企业就说了啊，能不能账期再短一点？你这账期太长，就这么个事啊。眼下从事服装外贸生意的李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账期。自4月初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关税战以来，出口转内销便成为李然这些外贸人的必选项。出口转内销并不容易，品牌推广、渠道建设、标准对接、包装切换，李然关关难过，关关都得过。也就是你出口外贸企业，你要转内销，你得过5关斩6将。好消息是，从国家到地方，从平台到渠道，出口支持出口转内销的行动和倡议不断。李然也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我觉得这种支持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对吧？是一种形式上的，对吧？实际支持很难到位啊。也就是说，喊喊口号，让你感觉到你并不孤单。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说啊，可唯独账期他还不太习惯。由于内外贸在商业制度上的诸多不同，支付方式从此前的货到付款转换成先货后款，账期也相应拉长。今年6月1日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将正式实施。在国家层面剑指账期的背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到底如何影响企业经营？新闻周刊说啊，内外贸账期差异大。他说账期啊，简单来说就是商家从供货到获得货款之间的周期。国内的电商平台都是靠玩账期脱颖而出，这个我不是瞎说啊。所有的这个商业渠道，国内的啊，哪一家不玩账期啊？所谓的账期啊，拿着别人的钱赚钱，借机下蛋。我举个例子啊，大概3个月前，对吧？这个特斯拉呀，他那个公关陶林是吧，还是什么？他发了个微博，特斯拉的账期是多少天呢？是60天吧，还是多少天？但是国内某些新能源汽车，那180天起，也就是你把货给我，对吧？180天以后再聊结账的事。他把你这货拼成车都已经卖着了，钱早就回来了，又去干别的事去了，或者又去扩大再生产。账期关乎企业现金流的稳定。连锁经营专家文志红表示，如果说利润是企业的脂肪，那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企业的日常运营只有支付上游供应商货款、发放员工工资都离不开它。
一个企业反正就是3张表嘛，搞财务的人懂啊，一个是资产负债表，一个是现金流量表吧，一个是利润表，3张表。为什么3张表？所以就是3个都非常重要，资产负债非常重要，资产负债率，那说明你这企业还有没有东西，是资不抵债还是负债率比较低。现金流呢，对吧？我举例子吧，你就是万达这样的，他这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恐怕还行，但是他没现金流，对吧？他债还不上呢，他欠人家钱，对赌的那都需要拿钱去还，没钱，对吧？手上500多家、400多家万达广场，利润表你看看啊，万科即便有深地铁，国资委去救他，给他借钱，对吧？100多亿、200亿的借，好，现金流有了。万科的资产呢？你不能说万科没资产吧？万科资产也有了啊，可惜他没利润。你看他去年亏将近500亿，今年第1季度恐怕也没少亏啊。利润表，一个企业健康不健康，这3张表就3个维度去看，3个维度都没问题，这个企业才是健康的。只要有一个维度有问题，这企业就是病了啊！现金流一断，这企业暴雷，对吧？如果这个企业一直赔钱，它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么亏下去，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你看啊，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说啊，没了利润，企业还可以维持，但是这个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是你年年亏的话，对吧？肯定会迟早要倒闭啊！但是你不是马上就倒闭，大家懂这个吧？脂肪多的、家底厚的还能亏个几年，但是没了现金流，就像人没了血一样的，你身体再棒，对吧？你再壮，你再胖，你各项指标都特别好，但是突然没血了，那不只有死吗？这叫暴雷，对吧？没了现金流，企业立刻就会倒下。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占期通常在1个月以内。总部位于扬州的江苏华腾是一家主要从事牙刷、牙线代工的外贸企业，沃尔玛正是其客户之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贸主要有2种付款方式：信用证或者电汇。信用证有银行背书，自然不用担心；如果是电汇的话，通常采取定金加尾款的方式。这2种方式无论哪种，资金回笼率都比较高。李然进一步解释道，说如果是发货到美国洛杉矶，路上差不多需要半个月，所以占期就是半个月。你看货到付款嘛，你货你从我们这儿离港，对吧？你到了洛杉矶，这路上要半个月。一到洛杉矶，人家一收货，马上就钱就到，电汇就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货到付款。那这个就对企业来说相当公平啊。他如果是美东的费城，海上的航程大约在1个月左右，所以占期也就是1个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何欢浪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几十年发展，外贸领域依托出口信用保险、预付款保障以及信用证等金融性结构性金融工具，构建起以回款快、周期短、企业资金流转压力小为特征的简单计付的外贸结算体系，对吧？货一到，你一收就付款。但国内零售行业的占期普遍较长，这对于习惯了短占期的外贸企业是个挑战。国内的玩法跟国外完全是2概念。据李然介绍，国内通常是先货后款，如果只看合同的话，占期一般都写1个月以内。这么看的话，国内1个月的占期似乎并无不妥，但到了实际执行层面则不然。就是合同里面即便写了占期1个月，占期45天，但是执行起来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合同中会有很多附加条款，比如退货或者需要等第三方付款，客户会通过这些条款延后付款，少则30天，多则90天。李然说道，更重要的是，由于采取先货后款的赊销模式，一旦货交出去了，主动权也就不在自己手里。既然有合同，如果遇到不按合同执行的情况，为何不直接诉诸法律呢？大家也会有这疑问啊，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你说1个月给钱的，我这货交了3月你都不给钱，我告你。这个显然对中国的这个现状不太了解。虽然我们说法治啊，我们也依法治国，但是你为这事你就是去告，简直难以想象。不到万不得已，自己不会那么干。如果真的那么干了，客户也就丢了。李然对此也是很无奈。不光客户丢了，这官司你还未必能打得赢，对吧？你如果告人家，人家好调解的时候把钱给了，你客户也没了，对吧？你把自己路堵死了。而且同行都这样啊，一传十，十传百。你这一家这么难说话，别的人也不要你的货啊。如果说对方，对吧，一个强大的法律团队，那人家还愿意给你打官司呢，对吧？先给你打管辖权，再给你打什么，反正拖个2、3年。所以这叫法治的无奈。占期过长，隐患不小。不要小看晚交款的这几个月，
其影响不容小觑。首先是现金流断裂的风险，特别是中小企业现金流本就紧张，对于李然这样的企业来说啊，一单通常要3到4个月才能执行完，也就是说啊，得这么久才能看到付钱的希望。如果付款晚了的话，后边的活就接不上了，因为你没法去备料。说白了啊，也就是这3、4个月里面，你得自己找钱去垫款去再生产，你怎么能断了吧？你说我这3、4个月不干活，我等到那钱来了我再接着干，那你这工厂恐怕就得关门。所以他就得找钱，自己不停的去进货，去进原料去生产给别的家备货。那只要战期长到4个月，相当于这4个月的压他自己的钱，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银行借钱，你要从银行借，那就有利息，就有成本，所以这个企业的利润是不是就更低啊？但是你的货被别人压了，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利息的啊！就别人欠你货款2000万，哎，现在欠你2000万，3个月以后给你还是2000万呢？他不可能说我占用了你3月，我给你一点利息，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客户占你的货款，占你的叫应收账款，那他不可能给你利息啊。但是你从银行借的钱来周转，那都是有利息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这样的企业，它的利润就越来越薄。如果付款晚了的话，后边的活就接不上了，因为你没钱去备料了。2是提高了融资成本，当公司原本的资金被占用后，就不得不用更高的成本去融资。李然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以年营收1000万元的企业为例，月入83万，基本能保持正常运营。当原本30天的战期延长到90天时，需要至少预留250万元。如果按5.5%的年利率计算，这250万元在90天就会产生3.4万元的资金使用成本。如果战期延长到半年，这个成本将会激增到13.75万元，而代工企业的利润本身就微薄，大约只有5%左右。按照年入1000万元计算，全年也不过就50万元的利润，也就是你一年做1000万元的货啊，那一年也就挣个50万。如果人家压你战期的话，基本上就把你利润全吃掉了，就这意思啊。李然的公司位于江西南昌青山湖区，这里是我国4大针织服装产业基地之一。2023年，江西省纺织服装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068亿元。这看人家挺不少啊！江西省的这个纺织服装产业营业收入也就是1000多亿，实现利润呢39亿，就不到40亿。按此计算的话，利润率仅3.6%。你看看，从长远看，长战期还会影响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因为生产经营需要确定性，而长战期意味着不确定性。一方面，犹如资金被占用，企业难以更新设备和技术；另一方面，为了快速回款，企业不得不接受低价订单，从而陷入低价、低利润、低研发恶性循环。这样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2022年，曾经小有名气的蓝牙耳机代工厂库博电子因大量成品积压和跨境卖家拖欠货款，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被迫停产并解散全部员工。综合当时的法律裁决与媒体报道，库博电子被拖欠货款的总规模超过了5000万元。同一年，昔日的生鲜电商第一股每日优鲜突然暴雷，导致大量供应商的货款被拖欠。根据其暴雷前发布的最后一份财报，就是2021年第3季度那个财报啊，说每日优鲜尚未支付的供应商欠款净额16.52亿元。据报道，每日优鲜暴雷前，不少供应商战期突然从2个月变成了105天，2个月变成了3个多月、3个半月。2024年起，精品咖啡连锁品牌因扩张过快，内部管理混乱及咖啡行业价格陷入资金危机，拖欠供应商货款及员工工资。据报道，甜品供应商被拖欠10几万元，包装供应商欠款20万到30万，原料供应商欠款100万元，部分通过法律调解达成24期分期还款协议，但执行困难。内外贸企业在融资支持、结算机制上的结构性失衡，会在客观上抑制外贸企业向内需市场转型的动能。那内贸企业对吧，对内战期这么长，如何解决战期问题呢？外贸企业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就你在国内做的轰轰烈烈，看上去很热闹，最后说不定还赔钱。既然长战期隐患这么大，在拟定合同时缩短战期不可以吗？对吧？也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先说好了啊，15天战期，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啊，都是可以，但是你实际操作就根本做不到，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你在国外啊签合同就按照合同上一个字一个字的执行，在国内的合同仅仅是个约束，不到最后万不得已那合同都没用，都不会拿出来说真去告
在国内合同仅仅是个保底，就是最后你走投无路了啊，不想好了，反正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想让你好过，那就把合同拿出来去告。长账期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没钱可付，比如近年来线下商超不太景气，这些企业现金流本就紧张，因此能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就更加紧张了。这里要说一说网红超市啊，其实我们不用想啊，不用去看什么报表，网红超市它是国内的一样的玩法啊，也压供应商的货款，只是它压多少天我不知道，也可能45天啊，也可能是30天，也可能更长，实际上就是拿了供应商的钱在这里做生意，货卖掉了，45天之后给你结钱啊，所以说他一旦出点事啊，他的供应商就得找他，就得到他门口去示威维权，先抢货，把他货抢走，对吧？这是我的，这面包是我供的，那个鸭脖是我给的，的话就抢走，完了之后把他货架给抢走，这货架是我摆的。完了之后就是，你给我钱，不给钱我就在这门口睡着，轰然倒塌。只要他现金流出一点问题，只要他口碑出一点问题，对吧？只要他货走不动，全国再也没有人说坐着飞机啊，打着高铁去那个什么4线城市买东西。只要这个现象啊一停，他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货走不动啊。但是他到点就给人家这40天前的账也给人结啊，或者2个月之前的账也给人结，人到了不结，你越不结，人家越怀疑你是不是没钱了。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啊，这玩意这个就看你谁先下手啊，谁对吧？先解套啊，后下手遭殃呢。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我一个同学他在东莞做油，大家知道吧？东莞以前主要是那个烧陶瓷的比较多啊，东莞佛山呢。佛山陶瓷企业特别多，那陶瓷企业它就是主要要烧油啊，它主要的能源就是油。然后它呢，先是跟公司做业务，给人家那个陶瓷厂供油供应嘛，那就是账期，它的账期还是45天。后来他就搞了很多大客户，关系不错，他也知道油的渠道，他从哪儿进油，然后把这油送到这个客户这儿，他中间能赚几个点啊，3个点、5个点，所以他做了几年之后，他单干，然后就开始这些客户都不错啊，就用他的油压45天的货什么？这45天啊，他给人一天，比如给人家10吨油，45天是多少吨呢？450吨，450吨多少钱呢？这个钱都是他自己出啊，他借钱，银行贷款借钱买了油给人家供应，然后45天之后才开始接第一笔钱，接你45天之前供的那个钱，人家刚开始那厂商啊都按规矩办，45天真接钱，所以他刚开始1年以后就开始赚点钱了，见到回头钱了，结果啊，大家知道那个陶瓷厂收益越来越差呀，有些老板，这个陶瓷厂的老板啊，他一看那个时候正好2008年好像什么经济危机吧，就是那个房地产也受到波动，美国次贷危机啊，那陶瓷厂他收不回来他的钱被开发商压着的，这边他没钱付给这供应商，对吧？这个燃料的钱，他的大客户啊，白天还好好的，夜里就卷款跑了。他得到消息比较晚，早上他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跑到那厂里去了。结果那厂里面啊已经被搬空了，一夜之间，都是供应商在那边要钱，都找不到人，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完了之后说他跑到会议室啊，抢了一个烟灰缸。贼不走空嘛，抢了个烟灰缸回去做纪念。45天账期，他跟我说压了他好像100多万吧，他是2年白做，2年赚的钱都不到100万，一笔给他赔得干干净净，倒贴钱，所以他都抑郁了。你想想吧，他给人供油那个利润非常低啊，你高了人家不要啊，竞争也很激烈啊，而且压账期对吧？你不同意45天，有的人是同意啊，你不同意就算了，不要你的。那为了做业务，他就只能被迫接受45天账期。这人家一跑路，他2年白干。所以这个新闻周刊他说啊，长账期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确实没钱可付，比如近年来线下商超不太景气，这些企业现金流本来就紧张，因此能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就更加紧张了。所以说到这儿，说网红超市啊，它稍微有点波动，马上倒起来也很快，轰然倒塌，不会说慢慢的失血，一夜之间就变天。另一种则是有钱不付，比如可以主导供应链的大型企业，比如抹什么链呢，对吧？新能源汽车，人家那个压款那就更厉害。何欢烂解释到这类企业延长账期，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优化现金流和财务报表。中小企业的账款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发放给大企业的无息贷款，占用时间越长，融资成本越低，业绩也就越好看。你看看。那都是白用啊，它没有成本的。它本来是3个月账期，现在改成6个月，那人家又白用3个月，6个月改成9个月，又白用3个月，他就不用再去银行去贷款了。你看他把他的银行贷款他转嫁给供应商了。你不做，有的人是做啊，这供应商被逼对吧？你不做吧，你没业务；做吧，你就得往里垫钱。
从本质上说，战期的长短反映的是企业在产业链中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面对大企业时，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话语权，以代工为主的外贸企业更是如此。2023年商务部报告显示，中国外贸中小企业中60%从事 OEM， 就是代工生产或者原始设计制造业务，仅有18%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在何欢浪看来，要想解决战期问题，首先是立法保障，对违规企业加强惩戒。其实早在2020年，商务部门在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的相关文件中，就专门提及企业面临的战期长、占用资金多、结算风险高等问题，要求加强信贷、保险和资金等支持方面。实际上这个都没有用啊，入乡随俗。当你面对这个排名第1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时候，你有什么议价能力啊？你得老老实实做，你不做走吧，有的是人做。你看看，大家都被绑上这辆战车，最后一旦爆雷，那不就跟恒大一样吗？2万亿，对吧？负债，那里面2万亿负债里面好像是7000多亿还是8000亿是供应商的供应款，3000亿才是银行的贷款。说第二是明确大企业的责任。何欢浪补充道，说修订后的条例特意点明大型企业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并明确战期上限，大型企业需要在货物、工程或服务交付后60日内付款，这是原条例中没有的。具体到市场层面，电商平台和零售企业也都在抓紧优化战期。平台方面，美团闪购为商家提供3天战期，并允许商家随时提现。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平均战期为15天。大促等活动期间，部分商家可获得零战期服务。零售企业方面某网红超市供应商回款周期小于7天。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仅6.8天，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此外，多家连锁超市也正在通过裸价采购不断压缩战期。文志红指出，转变战期的核心是转变增长方式，从跟供应商要利润到跟供应商共赢。无论是平台还是大企业，与供应商不应该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交易链条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说到战期说白了，这个战期也是企业全方位卷的一部分。就如果你能把战期给解决掉，那就说明企业它不卷了嘛。企业不卷，那这咱们各行各业各个环节都相当都不卷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有一个环节还在卷，那就是全环节都会卷，它会传染了，对吧？既然你这儿卷，我那儿为什么不能卷呢？对吧？既然你职工，对吧？员工是要加班，无偿加班，对吧？996。员工加班卷，那企业为什么要卷？卷不就是要多赚钱吗？节约利润，就是节约成本、节约开支。那既然员工能卷，那我供应款为什么不能卷呢？战期为什么不能卷呢？对吧？一旦卷，那就是每个地方每个环节它都会卷。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能把战期，对吧，这个卷你给它治好了，实际上就说明整个的这个内卷呢，它就会大大的改观。反过来说，就是你要治理这个战期太难了，对吧？你刚才说你不做，有的是人做。如果你是抠字眼儿，你跟我说把这个法那个法搬出来跟我谈，我是某新能源汽车厂商你来跟我谈说我这个必须15天战期，根据这个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第18条，那行那我不跟你签合同不就完了吗？对吧？你爱跟谁做跟谁做去。对那些没有议价能力的，对吧？那你只能接受我的条件，我会让你在合同里面写上自愿放弃，对吧？15天战期，对吧？会让你写上战期可双方友好协商，对吧？这还是一种博弈那最后又说来说去，那为什么卷呢？为什么特斯拉它就不卷，对吧？就是或者英伟达什么的，国外的人家不卷，就我们就是往死里卷呢，对吧？这个又说来话长了，一个跟蛋糕的分配有关系，一个跟咱们没有核心技术有关系，对吧？咱们就主要以吹为主以营销为主，咱们所有的东西最后归类为营销，就看你怎么宣传，对吧？就像网红超市一样的，在玩命宣传，就像那个什么新能源汽车，对吧？最后就是归为营销。为什么就是营销见长呢？是因为它没有核心竞争力嘛。人家英伟达不需要营销吧，对不对？你上杆子求着买嘛，人家不卖，不就这意思吗？你没有核心竞争力，所以他就不停的要上热搜，不停的搞流量，不停的营销。那个山姆奥乐奇，人家不用营销，对吧？不用去做广告，不用去上热搜，人家有核心竞争力，人家核心竞争力就是对供应链的把握，对吧？人家有人家的独门秘籍所以他不需要去营销。所以大家也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企业天天到晚要上热搜，要搞流量，因为它没有核心技术，它只能靠这些耸人听闻的，对吧？倒反天罡的这些行为或者这些话来上头条搞流量。
所以他只能每天就是庆产式遥遥领先，他得不停的吹，所以这些综合原因是吧，导致了咱们越来越卷。一方面是对吧，1200万大学生一毕业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是这牛马的加班，对吧？玩命的这996，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没工作闲着，一部分人往死里干这些对吧？这是不正常现象、反常现象。说来说去，一没核心技术，二这个分配不均，对吧？资源被那些小官巨贪给霸占、给瓜分，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就这点事啊。那国内呢，随着经济这个越来越困难，通货紧缩，物价下跌最终就会导致这个应收账款呢纷纷暴雷，就像我那同学一样，这好几年白干。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